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第80。每集呢有10篇文章。今日的主题是形容词，一共有160几分钟2篇哈。课文一时一语对照录音第80篇，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研究，共同来研究客家的形容词哈。台湾个形容词是讲好嘅也有，坏嘅也有，安尼吼。在客语方面所用嘅形容词，大部分都係來自於農業社會中嘅物，也係動物嘅特性嚟做過嘅比喻嚟譬如，但嘅條特性呢，原本意思才能這個喏，可以講嘅。唔是看過，冇親身的經驗、經歷，反而也係一樣哦。借物性做形容、做比喻，親像講花兒百花綻放，比喻花開茂盛嘅樣子，但係客家話百花綻開。係指當到種花正當經產經開，在前後繼續不停的意思。本章至於簡略客語詩言形容的語詞綜合，大家嚟做一個參考。頭下講嘅是有類型的形容詞，要用語文和無形嗰種。嘅形容詞。第三，其他物性類嘅形容詞。3類呢，提供各位鄉親大家嚟做個參考，安尼嚇。好啦，我哋嚟看第一個物性嘅物同物質物性嘅形容詞。第一個呢係結論面，結論面就是話你講啊，單臉好看啊。單臉好看，第二個呢，正在正嘅這樣嘅哦，一個細細有人嘅，就等於國語嘅櫻桃嘴一樣啦。啊，第三，風嘅搖就是搖鋪啊，個色，就像風嘅健康美麗一樣樣。第四，峨眉。就是個峨眉一個峨眉啊，嘅彎彎，木眉毛彎彎，像峨眉嘅峨眉一樣樣。第五，柳葉眉啊，前嘅木眉毛彎色，就像柳樹嘅葉一樣啊。第六，一個三普羅皮，也是肺方面啦。這個皮膚粗糙，一個先講三普羅被普鄉親講嘅一個長處。第七，粗糙，實用食物，好順個睇，係實東西個睇在處下，個粗糙喎嚇。第八，一個有國人，一金針夫人。木講硬講佢厲害啊！你啊嚇，第9個呢就講啊，金針夫人前種係為嘅人做樣嘅，金針夫人。第10，桂林精，係指小聰明，嚇，高瞻遠矚嘅，人細細隻嘅，但是真方咯，嚇。第11，按資料嘅，亦都上下人講出嘅係啲物嘅啊。物啥個簡單嘅物嘅就按到按資料嘅，一個也係18有突發喎嗬。哦，第12，太繁瑣，這都不聰明嘅意思。凡是為出他人家好啊，一個就會馬上人講太繁瑣啊。好，對對話講啊，高知同演出嘅方向是不同哦。啊，一個高知。屬於強人的意思，
因此是不认抢，教之因此冇那咁累啊！哈啊，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夸奖人家加3分啊！一匹马人嘅时间加3分，做人才会成功，安尼哈。好，再看一下嘅图，植物仔哈，风嘅摇，人人看呢傻傻爱，嘅图，嘅画嘅图係安尼啦。基本上。物类型嘅形容词，太冲啊，太冲，太极冲嘅，太冲形态好看相，但凡事不抵杂，又称为太胖，太胖，太胖啊。第二，屁事，比喻形体动势啊，动势小。哦，一个人屁事样嘅，嘿，本岛就那屁事样嘅，是嘞，这个就讲那屁事啊。第三，毛毛，就是小不健康嘅意思啊，毛嘅喂，毛细细。第四，树枝甲长，就是刻薄不慷慨嘅意思，尤其做医生术前术过多嘅时间呢。就讲好个医生哦，素质较长啊，还这是在谈唔是嗰度真实的有氧医生的素质较不长，唔系。第五，描述比喻食量过少，啊是过多咯，就第六就是骆驼，怎么回事？食量动态嘅意思。绑树机嘅形容词有乜嘅意思呢？就是讲啊。嗰愛嚟團嘅奧斯，長子對上長奧斯啊，叫做唔講下來，講下去，就等於嘅技術嘅兩個人機啊，嘅綁數機嘅一樣啊，太機啊。第八，作心菜，作息上咧，一個主菜啊，就作心菜，係是翻摸一下。市長嘅作心比富來去哦，我已經講哦。第九，作強良夫就鬥強扛頭嘅人啊，志同妥合嘅人啊，一個叫做作強良夫嘅強黨嘅啊。第十，人做信用工，比喻好設家嘅角色，做好設家嘅個角色。莫去幹閒事，做信用工，冇做其他嘅事哦，就認做信用工。第11，根本係生意，表示所講啊，凡事不插不幹咯。過去啊，生意嘅時節可以唔使做事哦，凡事不插不幹咯。第12，義工禮拜。就比喻有糖也不答不理，義工禮拜，第13，人腳嘅，就講啊，專本人自私嘅人啊，人腳嘅也係個無裝進，無個出頭嘅人啊，我本人乜講人腳嘅第14，小事嘅。一個事是單音，後邊叫做小事公有啊，第15，吊米錘就是講啊，一個米萬字，最細嘅拉嘅啊，就講吊米錘。第16，王某為耶，王某為耶，只不可講道理嘅人啊，這個死亡無為嘅啊。第17，出謀時係講18位有樣式咯，有可能咯，也就講出謀時哦，表示有可能嘅意思。第18，點火樣，也是點乜個火咯？出爐火，一點咪去出火，因為出爐火，少嘅時間趕到呢，一點咪去一下又燒起來，嘅時間嗰個點火樣哦，
落雨加了，点破阳，伊海路地位了吼，点乜嘅破呢？出落破吼。第19，脑筋发发条，上次有讲过嘅吼，脑筋发发条，一個發師呢有發明嘅發，喺個頭拔有頭發啊，發條，發條嘅發啊，腦筋發發條，比喻言語唔低啊，所以講咯，一個腦筋就頭腦方微調限些，3-4歲嘅時間，名門嘅同講人學嘅啊。名門會變卜，起碼去冇立下去啊，嗰會講嘛，嗬。腦筋發發條，唔啲乜嘅小，就是講言語唔啲事情。21，拗腳啊，拗腳就比喻模樣也係模效嘅意思。語句語句上以發天否定句用，也係去變動咩？拗腳啊，也係變動啊，也係高雄嘅，哦。好，第22，線就是好嘅優秀嘅中間來起個優秀嘅就按落線。按托呢，呢度裡有好有壞，起好嘅呢，來壞嘅木模托出嘅托，安尼啊，哈，選擇嘅擇啊。一個本音詞就是一式有多種語言，只有讀韻母音，像在是本音詞，一個見一下，都嗰段人讀上 A 式，但是連音是有微咧音咩咧嘅別嘅音，哈，但本音詞就是是 A 音咩，啊，個數音是意思，啊，意思，啊，好，那個就講啊，語音係。因為我健全嘅語音咯，有聲母音，有韻母音組合起來，再加上聲調啊，啊，那連音是有你昂，一個非常嘅重視一個微咧嘢咩呢嘅嘅別嘅音，像彈牙度、困牙度、皮牙度、國家度、金馬度，哦，牛蛙度，哦。那個一個音好，再複習一下，誇張人家要加3分，冇罵人嘅時間呢，也係一般人家嘅時間減3分，冇罵話就慢出大，嚇，所以做人才會成功，各位相信大家，大家共同嘅努力，罵人啦，時間要減3分，過路人嘅時間呢，可以加3分。冇問題，好，好再看無形的形容詞，第3部分啊，無形嘅有1分的，1、2、3有3種，一個講啊小娃，一個係嘅關於講嘅是否定句，也係講上數量相當少嘅意思。第2，侍從。比喻一個上司啊，好痛哦，侍從行上就會痛哦，死起來就唔會痛嘅，嚇。我頭都講啊，發條嘅發嗰個，發明嘅發條嘅發，拔片嘅拔，強則是嚇。第3，改牛，係比喻講啊，改難嘅幹高啊，唔聽話吧，就講改牛喎。一下聲音呢，冇看過牛誒，螞蟻個牛嘛，伊就真強哦，很壯啊，哦，一個講啊，現代語言同過去嘅動物有關係嘅。第4，年紀是誰？啊，要比喻年紀很相當嘅些，不懂事哦，啊，那個乜嘅白啊，掏心口嘅嘛，唔錢哦。用嘅咯，嗌嘅聲音咧，很多人解釋晒呀，表示說個很鬼色。第5，一個爬蟲野雀，一個野東西嘅野，就挑樹片嘅一個野樹嘅野，嚇，爬蟲野雀，比喻非常嘅痛苦嘅狀況，佢痛苦嘅
状况。第六，南七头了，南七头了，这个比喻某事可做啊，憨憨财富卡，财富卡啊，南七头了，我爱去做哦，唔当南。唔当财富卡南七头了，安尼哈，七大七草，大七草，比喻某事可做，因为到处有了行上行下，叫大七草，大七草。第八，面头，就传统多属土当家啊，咩佢面节嘅意思哈，佢面頭，佢人做事佢面頭。大概面去面啊，面到点迄个时间，都侬话个喏，人心安尼话，啊，第九大爸爸喂，啊，大爸爸，就是语言无意义，语言无意义。各位乡亲，快些都可以打电话入来点一下哈。头都讲啊，大七草，哈，莫是做行长行下啊，面头。大爸爸喂，哦，安哥诶，在卡内呢，就大飘飘诶，大爸爸喂，就是讲啊，伊言不及义，嘿，讲话无嘛个度，无嘛个意思，就那个华语讲诶大哈哈，哦，安哥诶大飘飘诶，飘飘诶飘，就飘飘的飘，大飘飘诶就高神气，有去无回的意思，哈，就是没有得到好。冇得到好结果安尼啊，哈，大飘飘嘅穿神气。第十，本顺就是植物嘅茂盛，比喻可愛嘅養殖安尼哈。啊，本道亦都講嘢呢哦，言同動物也可以安尼講啦，哈。一個叫佢來嘅呢，愛做很本道嘅，哦，等於係帥哥，哈，都植物呢都得個茂盛，啊。第十頁，一個西普斯，一個人記裝嘅普斯啊，西普斯，是由搶貼來冒送火力啊，就人講西普斯哦，也係個講冒蘇里嘅啦，啊。頭擺講啊，凡是那個去上分氣啊，都係有搶人哦。出搶人講啊，真係出搶偷水家冇搶人呢，都壞死嘅人都係來嘅呀，好，就講啊，西普斯就是抹送禮，抹送紅包，買比別用，就是稱讚。收入改好，存在收入比毕业就能吹得可笑，哈，可笑。第13，叫價，哦，個細妹上到個叫價，啊，叫細奶嘅叫價，要套價，哈，南部北部個價，南部個價，啊，叫價，細妹就是講很女性身材，嬌小。玲珑可愛嘅意思啊啦，夾頭都講啊，有夾同夾兩個嘢。14，搏石，啊，一個是石就是那個石，啊，是毛石，就是毛嘅石啊，荒涼嘅地方啊，嗰度錯嘅，係咪嚇？搏石，強特斯哦。啊，一個石呢，thuộc石又thuộc石，搏石用皮骨嘛黑完全不走出來，就講嘛搏石啊，有人講啊，打皮呢用皮骨放起來啊，自作自受安尼話，16華佗在世啊，比喻藝術相當高明高強。也這個跟你講，華佗在世啊，哈。第17，潘安在世呢，表示個人美男子哦，雖然人生動緣道可愛啊，哈。18，一句話，嗰首人彈過，反應用，
繁就繁衍的繁，繁的牛是乜嘅意思？说是南追来拍拍为皇工作者，目前两样。迄个即个繁的牛，做繁的牛，安尼话啊，仙下凡，比喻明安讲哦，什么杀哦，什么杀，头都讲过嘅講過嘅22，一個飄蛙歌，係飄蛙歌，真正講木米前比亞歌，就講飄蛙歌，安尼好，一個就是講樂團講到嘅這個，另外一個頭都所講嘅本音師啊，非常嘅重要喎，讀到支持詩嘅時間，都讀本音，乜個呢本音咯，一時有眾多嘅幾多嘅語音，字詞母音嘅啊。按當個嘅上條呢，是個依照前音片式前面嘅則式嘅韻母尾音來調做上母，安尼嘅嚇。是能再次啊，本音是 A 音，按依個語音有一段咯，有8音一個大家愛聽下，一個了解安尼嚇。一個語音一定有上母、韻母上條，按一個本音只有上母嘅，上母嘅。我來看聽語文，用語文來模型嘅形容詞，有一道嘅東西，就講聽嘅用形容詞，熱鬧是指佢很漂亮，熱鬧南方人講過獎，熱鬧北方人講過獎，很漂亮第三，上腔就很經濟，不浪費的意思，按大爽，按大爽嘅相反詞，個上腔，個拳腔嘅腔，變啊腔一個音嘛，一個腔拳腔上腔，呢兩個音要注意大上是相反的意思，大棒感謝幫忙協助，一個大棒呢，那個南部嘅鄉親啦，大家識把大家嚟這個討論下咧，感謝人啦，北方人講什麼感謝人，東施講按羅蘭，南方人有嗰時候講嘅係話喎，最嚴重嘅時節，真講大棒大棒。謝謝幫忙嘅意思，協助第五，滑溜就滑溜滑溜流利口才好嗰個滑溜，可以聽就唱順暢就唱，可以聽很高興。實忙就是很努力嘅意思啦，改變就是很能幹，一個改變。一個李文古嘅小可戲啲道理，有人講唔改變，如果上頭，改變就是講標鳥標到變都改變，標到上頭如果我有上嘅頭當個一個是一個圖一個技法唔對樣嘅來叫。第九，認真，一個真有兩種寫法，一個真歸一個真，一個是真假嘅真，就非常好嘅意思啦，認真一個歇後語就是講標準嘅老妹啊，標準嘅老妹就係認真，今日標準嘅認真而讀對嘅平時第11，言導是男性嘅可愛一個講第12，一個改導。我個細妹脾氣唔好，非常好嘅台灣講改導是指唔行咯，脾氣唔好講改導。第13，濕潤非常嘅潤風招招嘅，招招嘅，
一个秋是口是一个状声词，用口字加上秋天的秋，这个风啾啾的啊，非常风的意思。那个风歪歪的，是这个风啊乱七八糟，风歪歪的，这不是七个言字最顺的人啊。第一次查言字啊，之前乱七八糟的风哦，叫做风歪歪哦，哈，亲像墨嘅东西用嘅。第16，那个王公公道，王公公啊，王公公非常的王的意思哈。澎湃，澎湃就是很白，很白。澎出啊，一个澎，一个草字头、草字头加上相逢的逢啊，有两个音，一个澎湃，一个澎出，很粗啊，非常的粗犷，澎出啊。旺旺桑桑是细肉大片啊，细肉大片啊，强溜溜。强溜溜就绿油油的意思哦，客话嘅强同溜啊冇相同啊哈。第20乌溜溜嘅哦，佢講烏多發亮啊，講話一個 VA 嘅音嘛嚇，唔好話哦，講話啊，非常講亮。22草橫作嘅。草橫作嘅就是做太監嘅意思啦，嚇！佢日嘅大下所講啊，草橫作嘅做太獵官啦，嚇！莫做人腳嘅，人腳嘅是指冇出息嘅意思啦。以上咁樣一個講話之中之中都好有天花音嘅，所以有插音，請大家多多了解。以上希望大家。感謝。希望按自細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